就係咁噶啦，可以擺你最中意嘅相喺中間啦，做到 personalize。對於一個遊客嚟講咧，都算咗一個比較遊客 friendly 嘅市場嚟嘅。嚟到呢度都要食下少少海鮮嘅，試一個小噶啦。遊客真係冇咁多喎，但係好處係咧，行得舒服啲咯。真名咧就叫做 Wetchelak Jabat， 再嚟個，好難讀啊！好正啊！有啲咧 remind 翻我以前細個喺大圍或者沙田踩單車嘅感覺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My Caleb 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而家咧就喺大家好熟悉嘅柯多哥市場面前啦。咁呢個入口咧，應該大家都比較唔係好熟悉，因為咧就係車入去，即係我覺得佢嗰個 signage 比較大啲，大家會睇得清楚啲啦。今日亦都好特別，因為咧我將會用 Insta360 三個唔同嘅型號相機咧，帶大家體驗3種唔同 vlogging 嘅角度㗎。好，一齊入去啦！終於嚟到柯多哥啦！咁呢個 section 咧，大家見到好多嘅魚蝦蟹啦、蔬菜啦、買餸嘅市場嚟嘅。我覺得呢個部分係咁。今日咧就唔係好多人。我而家嘅時間咧就係中午大概1點鐘嘅時間啦。咁所以都幾好行下嘅。我覺得柯多哥咧對於一個遊客嚟講咧，都算咗一個比較遊客 friendly 嘅市場嚟嘅。一齊去睇下先。今日咧就唔係好多人，所以咧就比較行得舒服啲嘅。同埋咧，大家見到咧都係點解我講係比較遊客 friendly 咧？就係因為咧佢唔使嚟買一個好大份嘅水果啦，譬如呢啲啦。咁一個 portion 可能啱啱好夠1-2人食咧，就非常適合嘅。想同大家好 honest 咁講，早餐未食 ，lunch 未食嘅，咁所以咧而家去到呢個 food court 嘅位置咧，就準備開餐啦。一齊嚟啦！嗱，呢個 session 就好多人啦 ，food court， 因為大家都應該係午飯時間。我等我揾個位先。好似好正喎啲燒肉，1K 要700銖啩。試一個例牌先，เอาหมูกรอบนะครับผมครับหมูกรอบเปล่าเอาหมูกรอบเปล่าครับอันนี้ชุดเล็ก140ชุดใหญ่200ค่ะเอา200㗎ทานนี่ค่ะครับทานนี้ครับ燒肉咧一定要嗌先啦。看卡200G 嘅例牌，哇睇得出唔少嘢喎呢個。我見到咧佢嗰個脂肪同埋肉啊，仲有啲皮咧，好似真係好好食咁樣樣喎。一陣試下先。哇，好正啊！好肚餓啊！我哋啲啦，ไส้กรอกอีสานไหมเรียบร้อยครับครับอันนี้ช่วยอุ่นด้วยใช่ไหมครับได้ครับอ๋อแพ็คละ300ครับโอเคแพ็คละ300เนาะแพ็คเล็ก300嚟到呢度都要食下少少海鮮嘅，試一個小㗎啦。แพ็ค1นะครับได้ครับเลือกเลยครับทานนี่ใช่ไหมครับ ใช่ทานนี่ครับเลือกเลยอันนี้แบบแกะแล้วอันนี้แบบยังไม่แกะไม่แกะนี่เหลือทานร้อนทานเย็นได้ครับ เนาะแช่เย็นยิ่งอร่อย เอาแพ็คนี้แล้วกันแต่อุ่นไหมอุ่นด้วยครับ。大家如果記得之前咧，我拍過有一集係講即係呢啲零售市場或者係啲熟食市場咧，通常有時咧加熱都要俾錢嘅，但係呢度咧就唔使俾錢，係免費加熱嘅。都齊晒啦啲嘢食，有咧呢個嘅燒肉啦，跟住呢個蝦啦，啱啱幫我加熱咗啦，同埋豬手飯嘅，試一試佢嘅豬肉先啊！仲有呢個西國伊散，唔記得咗佢添，3串。好，試一試有燒肉先。OK， 好啦，我哋嚟啦。喺我嘅期望之內嘅，但係你話係咪最到100分咧就未嘅？但係我覺得都有85至90分㗎啦。同埋咧，佢啲脂肪係好味。跟住試下佢個西國伊散呢，東北香腸。個皮咧，如果燒得唔好食咧，就爭啲嘅真係。呢個皮燒得啱啱好，入邊咧佢嗰啲料咧，佢就唔會濕到好爆咁樣樣，即係你食落口感咧係好順啊，可以咁樣講。哇，好熱啊！嚟啦，我個嘅蝦，
佢海鮮醬係佢海鮮醬，你睇下幾好食。佢海鮮醬咧係其實有好重嘅檸檬味，所以咧成件事好 refreshing。而且咧佢冇因為凍咗啦，因為嗰個海鮮佢包實凍咗啦，再加熱咧，令到成個肉咧嗰個肉質咧係變咗咯，好爽口，好爽口呢個客，大家試下，幾多隻先？好，最後就嚟呢個嘅豬手飯啦，試下佢豬手肉先。咦，幾實淨喎豬手肉，唔會鬆咩 p 喎，實淨呢個。大家記得撈埋呢個黃色醬。去完我度過咧，而家咧就準備去大家好熟悉嘅匝道閘 market 啦。咁咧就唔使喺地面上面捱熱嘅，其實咧落翻嚟 MRT 呢一個嘅 station 咧，咁就透過呢個嘅 Metro Mall 呢條通道咧，就可以嘆住冷氣，睇下啲小店，咁就直接去到匝道閘噶啦。好，嚟到呢個匝道閘市場啦，好熱，超級熱。我覺得頭先用咗 Metro Mall 嗰個通道行上嚟啫。咁咧就過嚟睇下，行個圈，睇下有冇啲嘢 update 下先。順便咧睇下上次泰國故事嘅朋友仔係咪喺度先。好，依家呢個時間咧，其實我都有啲 surprise，因為講緊係下晝2點鐘嘅時間，星期日仲要係遊客真係冇咁多喎。但係好處係咧，行得舒服啲咯，唔使好用劑咁樣咯。我覺得 OK 嘅都舒服嘅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พี่ใหญ่好開心啱啱。其實咧啱啱嚟到匝道閘嘅時候，都有一個諗法想探下 P 爺。每次咧同泰國故事主角嘅朋友仔再 catch up 下咧，見到佢哋原來有好多更新同埋一啲嘅新嘅發展啦。就好似 P 爺嚟緊咧，佢話有啲新嘅 project 嘅，咁亦都喺第二個地方。咁到時咧就會帶大家去發掘一下。好，繼續行兜下路先。好啦，我而家咧就用一個非常唔同嘅角度咧去行呢個匝道閘啦，大家見到啦。咁其實咧呢一個場機叫做 Inspired 嘅 X5 場機啦，另外咧就係一個叫大還原環境嘅一個震撼感，因為大家見到咧其實而家無論你去轉冇唔同嘅角度啦，都見到哇！而家其實同時間我喺呢個環境裏邊發生緊咩事嘅。咁再適合咧就係一啲嘅多位朋友或者多人入鏡嘅呢啲影片啦。如果有時可能就唔到角度入鏡咧，呢一個 X5 咧就幫到你啦。我今日嘅星期日咧好精彩啊！頭先去咗呢個愛樂博啦，再由呢個愛樂博去匝道閘啦。咁今日去到一個地方嘅，咁透過呢個嘅即係匝道閘，經過呢個 mix 過一個欄河之後咧，見到呢一個 Zone B 嘅 signage 咧，直接行咧就去咗我今日要去嘅第3個地方啦，就係呢個嘅火車公園。咁其實佢就喺匝道閘公園隔離嘅啫，一齊發掘下。行翻出嚟啦，咁大家見到如果我呢邊左手邊咧就係大家熟悉嘅匝道閘公園啦。呢個方向行再前少少咧，可能你都未發掘過嘅，就係另外一個公園叫做火車公園。終於行到呢度啦！頭先用咗大概10至15分鐘行下。佢個名咧就即係容易啲 easy 嘅 version 咧就叫順律費啦，即係火車公園啦。但係真名咧就叫做 Wachilat Japat， 再嚟個好難讀啊 ！Wachilat Japat Park，OK， 呢個就係佢真名啦。哇，字真係好翹口。好，入去睇下先。呢個公園咧，俾我感覺同之前嘅八扎基 P 啦，同埋我都去過匝道閘 Park 嘅，有啲唔同嘅就係佢比較少人，同埋咧而家可能即係講緊可能4點鐘嘅時間咧，咁個太陽冇咁曬啦，有啲陰涼嘅位置咧，行都幾舒服嘅。但我自己本人咧就好少行公園嘅，即係你話散步嘅話就比較少，定話即係如果係朝頭早跑步嘅話都會有嘅，係啦。咁但係呢個 park 我都係第一次嚟，講真。火車公園，我見到呢個咁大嘅草地咧，我以為去咗倫敦，少少 High Park 嘅 feel 咁樣，好大好靚。咁雖然而家都係好熱啦，大家見到個陽光都好猛下嘅，咁但係好舒服啊！如果日落嚟嘅話，應該都幾靚同埋幾有 feel 嘅。好，終於行到啦，頭先。其實都真係需要少少時間。我唔知大家對於踩單車呢回事係點啊？上次喺台
南嘅時候，同阿 Ellie 姐有踩過單車啦。今次咧其實喺呢一個嘅火車公園隔離咧，就有一個咁嘅單車嘅位置咧，俾大家去租借嘅，而且係好平嘅啫，好似10匹啊！等下先，我問一問價。呢度都有唔同價錢，唔係10匹嘅，係40匹同50匹。咁有啲再大啲嘅單車咧，就100匹咁樣樣嘅。等我睇下先，因為我要載埋個相機，所以有啲麻煩。出發啦！從來未試過踩單車係咁嘅，可以咁第一人生嘅。哎呀，好正啊！有啲咧 remind 翻我以前細細個喺大圍或者沙田踩單車嘅感覺。當然都係泰國啦，但係咧我都覺得呢個公園都幾大，同埋佢啲其實啲園藝做得好靚啊！我想講，如果大家真係有機會又未必咁怕熱嘅話咧，可以過嚟睇下。咁但係如果怕熱就唔好住啦。如果唔怕熱嘅話咧，過嚟參觀下呢個公園都好靚。有啲位係勁似倫敦嘅海德公園啊！真係。佢好嘅嘢就唔會人車爭路，即係佢一條比較闊啲嘅單車徑，即係畀踩單車嘅朋友去踩單車嘅，所以咧大家就放心，不過都要小心駕駛。哇，好正啊！其實踩咗一排咧，你發覺雖然陽光比較猛，但係有啲風即係吹下，其實都幾舒服。有啲似去咗郊野公園嘅感覺。咦？佢呢個單車都係有親子座添喎。大家見到咧，其實踩單車唔係就係成人嘅專利，小朋友都可以嘅，係啦。咁我見到佢有小朋友嘅單車，同埋後面有親子座嘅單車。我諗行到大半啦，呢個單車徑好舒服喎。我想同大家講啦，雖然天氣真係有啲熱啦，但係咧你踩單車嘅時候係第二種感覺嚟嘅，同埋咧佢個單車徑係兜嗰啲路咧就唔會好多同行人路嗰啲相調住，即係有啲部分好似咁樣嘅，但係有啲部分係即係獨立嘅單車徑咁，跟住你好似經過一個竹林深處，跟住又經過幾個湖咁樣，好寧靜。喂，係一種幾特別嘅享受嚟，我想講。好，行咗一個圈啦，今日窄路窄就好開心啦。咁其實咧拍個 vlog 咧，裝備咧都好緊要噶。今日咧用咗呢個裝備咧就比較特別噶。咁就有呢個 Insta 360 Micro 啦，作為一個收音嘅器材啦。大家見到咧，其實佢一啲都唔簡單，因為咧佢有3個嘅收音位噶。咁啊，確保你咧拍 vlog 嘅時候咧收音收得非常好。咁另外咧，佢仲有一個叫防風罩嘅。咁拆咗呢個之後咧，就可以獨立一個咪出咗嚟啦，成個型。咁 Insta 360 Micro 咧，仲有個功能咧，就係中間有個叫電子墨水嘅功能㗎。咁就可以擺咧你最中意嘅照片上面，咁就容易啲識別啦，同埋可以做到你專屬嘅一個 microphone。就係咁噶啦，可以擺你最中意嘅相喺中間啦，做到 personalize 嘅功能啦。咁如果連接住 Insta 360嘅相機嘅話咧，就唔使用 receiver， 直接藍牙連接就得㗎啦。喺拍攝器材方面啦，今日用咗3部唔同嘅相機㗎，咁包括係咧 Go Ultra 啦、Ace Pro 2啦，同埋 X5 相機嘅。第一個為大家介紹咧就係 Go Ultra 相機啦。咁呢個相機對於我嚟講咧係非常方便嘅，就正同咧好似一個無感記錄緊你成個嘅生活咁樣樣㗎。咁呢個相機咧，我覺得非常適合親子家庭遊啦，或者自己拍 vlog 啦，俾自己睇翻啊，俾朋友 share 俾朋友啦。點解咧？因為有時我哋拍 vlog 嘅時候，或者有啲嘅體驗咧，未必雙手會好方便嘅。呢個相機咧就可以用第一身嘅視覺咧，帶大家去體驗到而家真正我拍緊嗰個視覺係點樣樣啦。咁呢個嘅用法咧，其實都好方便嘅，幾多功能下㗎。咁大家見到呢個嘅磁吸功能啦，就係掛喺身上面。咁跟住咧，呢一個嘅相機 Go Ultra 咧，其實就可以拆出嚟嘅，咁樣樣。咁當你想用第一視覺咧帶俾你嘅觀眾咧有第一視覺嘅體驗咧，純粹咧就咁樣吸住掛住，咁就可以開始拍噶啦。大家見到啦，其實而家我將個鏡頭單件拆出嚟咧，用第一視覺，
去帶俾大家有第一視覺嘅感受之外咧，其實喺擴充艙裏邊咧，亦都可以睇翻呢個 screen 咧，睇到你而家第一視覺嗰個鏡頭係咩狀況，就 make sure 咧你而家拍到嘅嘢咧就係你想帶俾你觀眾體驗到嘅嘢嚟㗎。第二個嘅相機咧就係呢個 Ace Pro 2啦，我可以話咧呢個係非常易於攜帶嘅好方便嘅 pocket cam 啦。咁無論你去咖啡室去拍 vlog， 去沙灘去拍景，日與夜上天下海咧，其實都非常適合㗎。咁咧，我想講咧，佢入邊嘅畫質咧，亦都好似電影嘅畫質咁樣㗎，因為佢配置咗一個非常專業嘅 Leica 相機鏡頭。咁另外咧，呢個架咧其實就係加配嘅。咁如果你獨立拆出嚟嘅話咧，其實咧佢呢一個嘅相機就係咁樣嘅。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你自拍嘅話咧，其實就可以將佢反鏡出嚟，咁樣影翻自己嘅。Hello， 呢個就係我試緊呢個 Ace Pro 2嘅一個畫面啦。如果自拍嘅話咧，就係咁噶啦。最後一部咧就係我自己都 personally 好中意嘅 X5 相機啦。咁呢部 X5 相機咧，佢可以話係360度嘅全能王啦。頭先咧我係行呢個嘅匝道窄市場啦，去踩單車咧，大家見到咧，其實我揸緊呢支棍咧叫做 Invisible Stick。Invisible 係疫情係見唔到啊！你拍嘅時候，咁所以咧佢可以將呢支嘅棍咧隱藏咗，而令到大家可以見到咧360度我拍緊嘅時候，成個場景係點樣樣㗎。咁呢個 X5 相機咧非常適合呢個嘅多人旅遊啦、親子旅遊啦，或者係旅行呢個探索 adventure 嘅朋友仔啊。原因係因為咧，佢成個嘅相機咧可以包括咗成個而家360度嘅環境啦。有時多朋友嘅時候咧，你普通一啲相機咧未必包含到咁多朋友喺個畫面裏邊，呢個就可以做到啦。你見到咧，其實支棍咧可以伸到好長噶，咁即係話咧你可以即係整到好高咁樣樣噶，咁令到咧成個畫面更加 3D， 更加有立體感噶。大家見到呢個相機咧都非常堅固噶，咁另外咧佢有呢個嘅防水功能，所以咧非常適合咧特別係啲 solo traveler 啦，或者影 vlog 嘅 vlogger 啦。譬如影完之後嘅畫面咧，你就驚可能影唔切或者 miss 咗呢個畫面咧，影完之後再可以喺後期裏邊咧揾翻一啲適合你擺落影片嘅畫面㗎。聽完係咪超級吸引呢？由6月1日去到6月18號起咧，購買以上幾款嘅產品咧，可以高享至85折嘅優惠㗎，可以喺我專屬連結嗰度揾到㗎。咁今集嘅時間嚟到呢一度啦，我唔知大家覺得咧，今日我度個匝道窄加呢個嘅火車公園嘅體驗係點咧？我自己覺得好正啦，同埋加上咧用幾個嘅唔同嘅相機啦，用咗唔同嘅角度俾大家睇下咧，周圍嘅環境咧，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嚟嘅。唔知大家你又點睇咧？大家唔好記得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、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同埋撳埋鐘仔啊！拜拜。